聖經小故事。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。春天嘅時候，耶穌為咗參加逾越節慶典，同門徒一齊嚟到耶路撒冷。有一個法利賽人，名叫尼苛德摩，係猶太人嘅首領。呢一晚，佢嚟到耶穌面前。老師，我哋知道你係天主派嚟嘅，因為如果冇天主同你一齊，就一定冇可能行你所行嘅神蹟。尼苛德摩，你係一個優秀同埋心地善良嘅人，但係你仲未重生。本性善良係好嘅開始，不過只係心地善良呢係唔夠嘅。人除非由上而生，否則就見唔到天主嘅國。我唔係好明白喎。重生？人老咗仲點可能重生呢？唔通佢要走翻入去媽媽嘅肚裏面重生啊？人除非由水同埋聖神而生，否則就唔可以進入天主嘅國。由肉生嘅係屬於肉，由神生嘅係屬於神。你需要有個新嘅開始同埋新嘅生命，亦即係話你要重生。咁即係話，尼苛德摩，風吹嘅時候，人可唔可以用肉眼嚟睇到風呢？見唔到，絕對見唔到。係咯，但係風吹嘅時候，樹上嘅枝葉係會搖動嘅。人即使冇辦法用肉眼見到風，不過透過樹葉嘅搖動就知道風嘅存在。同樣嘅道理，重生嘅意思就係，雖然而家冇辦法用肉眼見到，不過對於重生後嘅人，佢嘅生命同佢未重生之前比較，係可以好清楚分辨出嚟，因為由聖神而生嘅就係咁樣嘅。尼苛德摩聽咗好耐，依然係似懂非懂。咁係因為佢嘅靈性方面仍然係處於嬰兒嘅階段。天主就係咁愛呢個世界，甚至派遣咗佢獨生子嚟呢個世界，為要令相信佢嘅人不致喪亡，反而得到永生。外面嘅世界已經越嚟越黑暗啦，只有天主嘅光充滿呢個世界。但係人往往喜歡生活喺黑暗之中，作惡多端。佢哋唔要光明，反而喜歡黑暗。而相信天主愛子嘅人將會重生，並且會見到天主嘅國。聖經記載，由於愛，天主創造咗人，人係特別嘅受造物，佢可以分享天主嘅神聖，同埋能夠愛翻天主，呢個係其他受造物唔能夠做到嘅。當我哋人陷於罪惡當中，但天主佢仍然愛我哋，佢嘅許諾引領我哋脫離人自己做嘅痛苦同埋分裂。喺愛當中，天主年復一年咁準備佢嘅子民，好使佢哋能夠領受到救恩。縱使會有戰爭、有仇恨、有貧窮、有殺害，天主佢仍然寬恕同埋繼續佢嘅救世工程。當時間嚟到，天主顯示佢愛嘅深度，佢又派咗佢嘅愛子嚟到世界上作為贖罪祭。因此，凡係相信耶穌並以佢嘅聖名受洗嘅人，能夠脫離罪惡，獲得聖神嘅許諾。天主嘅愛係咁大，比死亡更加強，比我哋人嘅罪惡更加大。
面對天主呢份愛，我哋人要作出抉擇，係進入天主愛嘅光明啊，抑或仍然逗留喺黑暗當中呢？雖然間進入光明係會顯露我哋人嘅罪過，不過亦都係只有咁樣，我哋先能夠得到天主嘅寬恕。我哋要有勇氣開放自己，信任天主，佢只會寬恕我哋，唔會判斷我哋。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。聲音演出：陳志明副主教、殷麗玲、譚潤良、蔡雅各、余漢波、鄧志源、蘇權國、冼家亮、張宇仲、戴嘉琪。陳志明副主教講道：2011至2012年度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聖言宣讀會製作，現在已經播放完畢。